所有热爱中华民国、所有坚持民主自由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太港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好。网络上有人要嘲笑我们，说今天千万不要变成老男人的取暖大会。我要告诉他们，请你们放心，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拒绝绿色恐怖的大会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是要违反民主的蔡英文下台的大会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民进党这几天甚至要用国家安全做理由，想要来打压不同的声音，要来呛反对的力量。未来连卖农产品还要分颜色，这是标准的绿色恐怖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共同拒绝绿色恐怖，好不好？好。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民主的价值，台湾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，不同的声音要彼此包容，这才是民主。民进党竟然为国家安全当理由，今天要来对付这个。去年公投的结果，民进党不满意，就要没收公投，真正的霸凌我们。我们一定要让民进党下台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国民党在进行我们党内的初选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像嘉年华会一样，大家可以力挺朱立伦，也可以支持郭台铭，也可以支持韩国瑜，也可以支持不同的我们的党内的同志，因为我们都是队友，我们都是团队的一份子，我们绝对不是对手，我们是队友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7月15号之后，我们只有一条心，就是团结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违纪竞选，可以背叛党的民主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要全力团结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朱立伦这一段时间走遍台湾南北，脚踏实地，推出最好的政见。我感谢台湾人民，感谢所有的朋友，给我满满的力量。我会一路走来，坐下来不要打，坚持我的原则，坐下来不要打，用最好的政见，成为最好的选择。坐下来，各位好朋友，台湾的民主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每一位从政的人，莫忘初衷，莫忘我们的初衷，就是要台湾更好，中华民国更好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要台湾更好，中华民国更好。7月15号之后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国民党赢，台湾赢，中华民国赢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，朱立伦之后，还有4位我们国民党的同志要上来，拜托大家，每一位都给他热烈的掌声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队友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团结一致，让蔡英文下台，好不好？好。让蔡英文知道，台湾真正的价值是民主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一同团结努力，
国民党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